在每天的集体项目训练过后，师傅吉靖宇都会单独安排龙之花做单腿下蹲的动作，锻炼他腿部的力量。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没有经过锻炼的人几乎一个都做不起来，而龙之花每天至少要做100个，这是龙之花能够行走枪尖最基础的条件。应该说走枪尖是要克服2个难点，一个是它因为面积很小，那么一般人要在上面走是接受不了这种，它会钻入的，从痛苦到钻入，它是一个不容易接受，人们不容易挑战和接受的东西。二一个呢，它就站不稳，只要站不稳，它受伤的难度就更大，是吧？程度就更大了，它的平衡也很难掌握的。要想行走枪尖，不仅要克服枪尖刺入脚心的痛苦，还要站在如此小的面积上保持身体平衡。怎样才能做到这2点呢？在我们人体耳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器官前庭，虽然它只有花生米大小，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随时随地感知躯体平衡变化的信息。因此当人的躯体出现不平衡的状态时，前庭系统就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小脑，小脑就会对躯体发出平衡的调节冲动，协调躯体肌群的运动和张力，从而使躯体保持平衡。前庭系统发育完善的人，对于平衡性的感知就会比较好，稳定性也相对比较高。因此要想保持身体平衡，尤其是在高空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调节前庭系统的稳定性显得非常重要。人的小脑是管平衡的，那么呢，通过专业的练习，尤其是呢从小进行专业的练习，它可以提高人的这个小脑的平衡能力。而且呢，人站立的时候是在屈姿的情况下，调整重心的这种空间比较大，更好的调整自己的重心。在大刀艺术团训练厅的角落里堆砌着一些砖头，这就是师傅训练龙之花高空平衡的道具。从3块到6块再到10几块，龙之花要学会在空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姿态，保持身体的平衡和脚下砖头的稳定。这就像一个考验耐心和技巧的搭积木游戏，任何轻微的晃动或者受力不均，都会导致好不容易垒砌的砖头轰然倒塌。只有小心翼翼加上长期的训练，才能掌握好其中的力度。然而，就算平衡性可以训练，怎样才能克服枪尖刺入脚心的痛苦，防止枪尖割破脚掌呢？不能像这种穿鞋在上面拐来拐去的那种，必须你要是就是坚持一个地方，你把踩的那个地方，你才在转过来转过去的这样子，要么一会儿扒一会儿收的这样子就不行了。你蹬一下一个口子，蹬一下一个口子。当时我也是在上面，就是因为脚没站稳，这样子一晃，它就一下把它晃开了。其实呢，这个刀子我们平时都见过。您像这一把水果刀，水果刀作用在水果上的时候，我们讲它必须得有一个角度，而且呢，还需要有一定的力度。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应的它得有一个滑动，我们这样呢才能把水果皮给削下来。或者说呢，就比如讲这把刀子大家也看了，能够把这梨给削开吧？可是我这样往我的手上，您看什么事儿也没有，顶多就是有一个白印儿，可是呢，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动作的话，那个问题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很有可能我这个并不是很糙的小嫩手就被它给划开了。当然开个玩笑所以我们讲
只要他在踩的过程当中能够掌握住力度，保证自己的脚不在上面发生太大的位移、来回的滑动的话啊，这个有可能做到啊，完完整整的这个脚不会受到一点的伤害。咱们拿这个气球来说，您看这样，这个气球它也不炸，但是您看了吗？这个气球马上就炸了，为什么呢？就在于滑动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这个拉伸的或者我们说这个切割的动作，导致呢它把我们的皮肤也好，把这个气球也好，它就给划伤了。尽管脚掌在枪尖落定后不再滑动，可以保证枪尖不会把脚底划破，但是在枪尖如此小的接触面，撑起41千克的体重所带来的脚底疼痛感，也是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在四川有一位武术表演者叫做胡琼，他最拿手的节目就是舞枪刺身碎大石。在经过详细的了解和科学仪器的分析之后，我们得知胡琼之所以能够躺在5支锋利的枪尖上表演碎大石，有2个重要的原因。首先，长时间微量递增的适应训练可以让胡琼对外力的刺激所产生的痛觉慢慢习惯。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真正让枪尖无法刺破身体的还是皮肤下的肌肉。平时在放松的情况下，我们的肌肉是柔软的，而当我们用力时，肌肉就会变得刚硬，这在专业术语上被称作刚度，而刚度是可以训练的。肌肉被加强后，刚度也就会增大，这也就可以让表演者一点点地适应枪尖带来的疼痛。人痛觉是能够变化的。我们长时间经过一阵的练习有很多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初期的时候，我们手接住一个东西，接住一个有韧性的东西，我们呢感觉到疼痛。但是经过一定时间的练习以后我们有时候这个疼痛感会减轻，或者甚至是消失。长时间高强度的练习可以让龙之花慢慢适应枪尖刺入脚心的痛苦，而这些练习也充满了技巧。那么他站枪尖的时候首先是用这个脚掌骨之间的缝，然后呢来接住这个枪尖的位置。再一个呢，他人的足弓本身有个自然的弯曲，他通过这个自然的弯曲以及呢这个骨缝之间凹下去的缝，这样的话正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一个窝。这个窝呢本身就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我们知道大家看那个枪尖的时候它大约是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角度，稍微戳进去以后实际上呢枪尖的周边就已经分散它的压力，使它的压强不至于那么大。这是一个常人很少注意到的细节，如果不近距离仔细观察，我们甚至看不到它的奥妙所在。而这恰恰是行走枪尖的一个独门的诀窍，那就是尽量增大脚底和枪尖接触的面积，减小压强。而长期在枪架上行走，还让龙之花找到一个保持身体平衡的窍门。从高空俯视，脚下的17根枪尖已经形成了一条直线，而这条直线也成了龙之花保持身体平衡的关键。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心无杂念的嘛，就是专注那一条线。因为什么？人要平衡的话，首先要有参照系。人没有参照系的时候人是很难平衡的。那么，他要在这样的高空中做平衡，他必须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参照物。那么呢，他盯着这个东西他就不能有任何变化，他必须盯一个点不能动，才能保持这个自己的平衡随时调整自己的平衡，不至于呢从上面跌落下来。但是在枪尖表演时，龙之花不仅能顺着枪尖向前走，还可以后退。这时的龙之花根本无法回头去寻找身后枪尖的位置，没有了参照物，他又是如何保持自己后退时的身体平衡呢？
他往后退的时候，他不是说非要看后面的参照物，他仍然是还是看前面的参照物来找平衡。但是呢，他退的过程中间，通过脚的接住来找这个支撑的点而已，完成那个重心在这个2个枪尖上的转换。凭着长期刻苦的训练，加上掌握生活中的物理知识，并熟练地运用到表演中，苗家绝技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了这个勇敢智慧的民族。从最初只想离开大山看看外面世界的苗家小姑娘，到成为苗家绝技艺术的传承人，这位傩戏大师的后代用自己精湛的技艺，让苗家的绝技在自己的身上发扬光大。其实我们啊，经过一些分析之后啊，也发现了，我们找到了里面的一些技巧和里面的一些门道。当然，不可能把这里面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首先，第一点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现在拿的一个道具，这个道具就是示意吧。哎，您看了没有？这个道具像不像它那个枪尖？这边看它确实感觉很吓人，可是要转过来呢，到了侧面的时候，请您观察一下，它呢并不像刀刃那么薄，换言之，它也就不是那么锋利。再往上面看它的尖端，也并不是像刀尖一样或者是枪尖一样那么的尖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它就能够保证演员在掌握了相关的行走的技巧的时候，不至于无意中被划伤。另外一点呢，它这么宽也便于啊，它后来这个脚型能够让自己的脚牢牢的在上面，并且平均的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出去。当然了，人家的走路姿势也很有关系，您看了没有？人家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过去的。众多的技巧啊，都能够保证小姑娘啊能够安全的完成这个表演。当然了，最离不了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从小吃苦，从小训练。这台上3分钟啊，台下10年功，道理谁都明白。因此说啊，我们虽然是搞明白了其中这些技巧，但是我相信也还是有我们啊到现在也并不是很了解的人家内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技巧点了。当然这个呢也恐怕就不为我们外人所知道了。不过呢，我相信如此精彩的表演啊，我们每个人看见之后啊，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一声太绝了。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